高雄甲县寿林村5里埔白白太水的时节，每树笋洋葱，在社会各界的天树下，山野皮葱日渐日转好个。一啲农民天树田6年来也认真有人提天树，已开始囤起个种嘅有机向阳瓜子，囤树工黄糖，拿去高雄市嘅蜜蜂市市皮卖，网页数度分享。叫我来认识一个公联山竹路好色的树工黄糖。 较较香，支的甘蔗比较做一桶又一桶，浸心甜的甘蔗水。顺汤的笋呢，迄拿去比世界行较高的甘蔗，放在阿天树。迄啲急涉少年村5里埔的陈山杰，老天树欠用公婆，种甘蔗经6年人的，嗰种甘蔗係因为不卡鹽，好食甜的。 人客人来一定伫阮兜拢食茶米茶泡汤啊，啊，拢甜甜啊，像开始有拢啥比开始有拢啥较甜啦。伊就拢安尼食，你若无糖，伊自己无糖，伊就高尚啊，伊就袂爽快啊，就对啦。阮啊，所以因兄弟啊，大家都像妈妈呢，足爱食甜。阮先生伊若像安尼热安尼吼，伊食饭嘛足爱搅糖就对啦。 一桶桶的甘蔗水，当日风路巷的太木头肚，见闻见煮，木肚的甘蔗水也变咗当尿。天树叶挨点上落落的云土，其啲风路顺，看到木肚的变化，行见落，逐渐一下冇注意到，跳床人的辛苦，做木强强。我无任任何一个物件，啊，你拢爱控，甲伊花效时间控制好。 逐点糖拢无共款，虽然伊的成分拢共款，吼，伊的好歹的成分拢共款，拢直的，啊，毋过食就无共款，等下松松，等下定定，等下润润，就无共款。正开始，用公婆老家己水里的亲戚开始学做梧桐的时节，做出来实系硬壳壳的，像石头样的，表里最度也咬唔赢。8岁进前，2年做的就是这个型。 啊！你做起来，伊毋是规个安尼呢，你才倒起来，规浮、规顶就是咧定壳壳，哦，就爱搁举钢铁来敲来卡，足歹用。都会第3年，总算啥都要练，也晓得控制火，做出软硬土土都好的芋头。颜色係本不看颜色的，不所種的甘蔗唔食藥的，唔買皮，係加條堅持的。 因为我的物件，我食别人的物件，我嘛会有一点仔袂放心嘛吼。啊，我的物件就是我家己亲情朋友咧食的较济，咱家己食较济。上起早啦吼，咱无惊即个免愈的时阵是咱家己咧食较济啦吼。啊，咱就做健康的物件。因为係用自然的方式來種。 甘蔗園對甘蔗，對你講係老老味爭一條，大細都有，產量也係相對冇問題。無會肥，無會肥較細支。一般來講，是咱一般咱台東的種的攏足大支嘛。對啊，啊，迄攏下做化學肥的無。啊，這攏袂使下肥啊，袂使下肥就較細支啊。 咱較早是迄種慣性的，是一支甘蔗就3斬哦。啊，咱的甘蔗是毋是一支是1斬，啊有當時啊就無甲1斬長咧。算講你收量較無，啊毋過是，就是算講安尼就做着講啊安尼歡喜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講啊咱就做着歡喜就好啊安尼啦吼，無管你講量有啊無。 經3年的錯位。 將嘅甘蔗用法，佢不將用老方式來劈醋嘅。係啊，攏炒，即攏會使用噴嘅爾，袂使用全藥嘅。啊，唔是夠足夠工嘅。足夠工嘅。誒，噴嘅時陣，伊加講互甘蔗噴去。嘿，攏用噴草機，啊無就用上頭嘅細長嘅是用炭，用枝頭吼，炭草嘅。你安尼好起。 好起，伊会牽水，伊會飛，安尼吼，這差不多個半點鐘就會成啊。วันนี้แกมยาเป็น4點鐘，我都會甘蔗水
又熟又金黄。相看到两公婆佢嘅土鑊頭豆椒，同豆搭未見綠點，本期較夾嘅冷。沙丁個多多，攤啲牛皮子嘅樹木嘅多，又綠又名片，人頭嘅各種多嘅啲安泰啲烏糖糠，甩下四四方方，將棋盤嘅線呢，同幾隻木嘅並過來，個筍嘅線呢，同烏糖熬下來，面是同特殊嘅手工烏糖做好嘅。足濟哦，有人啊一工捌4台遊覽車來咧。啊，有當時攏一兩台啦，一台安尼遊覽車來參觀安尼啦。啊，做起來，若你遮看吼，做起來攏規個要買啊。因咧，伊講伊目睭有看到吼，伊要買。天天呢，聽聽分享嘅面試，一傳出唔離譜手工烏糖嘅好名聲。不過連曬風采，尤其係2009年嘅莫拉克風采，喺府區嘅路都過唔得，幾隻莊頭也係離離散散，連基本愛食愛灌溉嘅水都冇。靠尾日開始，山頂就阮的是無放的，啊，毋過要去山頂的路啊，頭到就放去啊，你就袂當。靠尾日的時陣，迄個時陣我就足有準，因為別人的所在，攏會當甲迄路保守得好去做事。我的所在就是袂，迄個時陣佫較食力，迄就四界攏山崩地啊，就攏無路啊，啊所以無路，就攏無去整理。咁麼簡單啲沙菲國嘅天樹峽，雖然條真好嘅，有係好嘅潛水，一總算做得種出甜甜嘅甘蔗，不過考驗還係蠻結束。你說你倒位來？你咧食啲甘蔗係啊？這陣仔細隻伊食無得，那大隻人厲害呀。因為我舊年像這個時陣過年了，長無長啊，是安那無長，下邊迄個有2分，差不多2分半地啦，攏山豬食了，比安尼較大隻，迄陣仔咧食時陣就比安尼較食，伊才有帶個囝來啊。現今山豬照來闊，甘蔗無味，手工烏糖嘅產量一天天少為一半。不過也因為安樣，用公婆嘅烏糖一都係新嘅名嘅。伊咧甘蔗就是，咱就是安尼經做，咱就是有有機的做法啦，吼含山豬就愛來甲咱食呢，伊甲講山豬話來認證一份啊，係啊，無其實伊安尼吼，愛去遐人家來咧講吼，我會感覺講有點，要哪講？有點無啥尷尬咧哈，尷尬咧哈，因講山豬認證安尼是毋是會甲咧人會較袂認同無安尼啊？聽朋友講笑，我講做小米雜，天數鉗而且無馬咁強貼一個產品嘅名嘅。不過見手工烏糖當做好，做本小米雜賣搶搶。生產嘅效果依種茫茫嘅，不過用公婆係期望，山豬蘑菇落葉，加到年年真會糖好賣。